你有冇試過咧？越係想關心你嘅另一半，佢就越退越後，跟住咧你就開始成個腦都係黑人問號。喂，點解你唔講嘢㗎？點解你唔應我㗎？到底你係咪識咗第二個？或者你心裡面到底諗緊啲乜嘢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心理學家吳志嫣 Natalie。之前曾經有一集咧，我哋幫逃避型嘅人平反過啦。如果咁啱你嘅另一半咧係屬於逃避型嘅話，今日咧我哋就學下點樣同逃避型嘅另外一半溝通，可以咧減少一個落閘嘅情況出現。其實逃避型嘅人咧並唔係唔需要愛，只係咧佢哋好怕被愛呢種感覺吞噬。對佢哋嚟講咧，當被人問問題嘅時候，就好似俾人審問一樣。今日咧，我哋一齊學下兩個溝通嘅重點，等呢種咧逃避型嘅閘門可以慢慢打開。逃避型嘅人好怕問問題，因為咧每個問題嘅背後都帶住一份咧需要回應嘅壓力。當你咧只係好普通咁問下佢，喂，今日過程點啊？點解你唔講嘢嘅？其實咧佢收到嘅信息可能係，喂，快啲俾啲情緒價值嚟啦，快啲答我啦咁。想俾逃避型嘅朋友一啲安全感，等佢可以慢慢靠近啲安全嗰邊咧，我哋可以試下以下落嚟嘅兩種嘅溝通方法。第一種，開始咧試下用描述句去代替問題。與其咧你成日問佢你今日開唔開心啊咁，不如咧試下同佢講，喂，今日返工咧我遇到幾件搞笑嘅事咧，想同你分享下。當你咧只係提供資訊而不求回報嘅時候咧，佢可能會反而因為呢種輕鬆嘅感覺咧而對你分享得更加多。第二，創造平衡時空。有時咧最好嘅溝通係唔講嘢，大家咧一齊坐喺度睇下書啊，聽下歌啊，或者咧各做各嘅事，但係咧又保持物理上面嘅陪伴。呢一種咧無聲嘅共感，對於逃避型嘅人嚟講咧，先至係最舒服嘅氧氣啊！有啲人會擔心，喂，我又唔問，佢又唔講，咁係咪即係以後唔溝通呢？其實唔係。當你咧創造咗一個不強迫溝通嘅空間嘅時候咧，逃避型嘅人咧先至會喺嗰份安全感裏面咧，慢慢咁建立一個靠近你嘅勇氣。下一次試下收起你嘅問號，換成一個分享，一個安靜嘅擁抱。你可能會發現，當你開始停止追逐嘅時候，佢先至夠膽轉身擰向你啊！最好嘅溝通係給予對方寧靜嘅權利。如果你都有其他關於原生家庭嘅題目想知道或者想了解嘅話咧，歡迎喺下邊留言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